气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桃园市的中立区，昨暗发生人家厝瓦斯爆炸意外，造成一口罩9个人，有4个人受伤，其中老爸甲2个后生伤势较严重，带病院治疗。若爆炸原因，爱搁调查。桃园消防局17案8点47分接到报案，中立区新华街发生明体气体爆炸。出动40位消防人员、10台消防车、7台救护车来救灾。现场是阿摩托空谷里结构的厝，并无危险物品。消防人员到位的时阵，无看到火烟或者是烧的情形。发生起爆的这户徛家是拄则搬来尔。哦，伊是拄搬来，昨才搬来。厝边头尾听到爆炸的声音，随赶来到3工，因为厝内无看到火伫咧烧，就入去厝内甲人救出来。你说你弟进去的时候怎样？就是东西挡住，然后压到狗啊，压到狗，还有压到小孩子儿子啊还是什么？所以他把他救出来，然后就是把他拉出来就对了，然后挖个洞，让他们统统可以出来。爆炸迄当阵，厝内除了一对姓王的翁仔某，也有1岁到14岁7个囡仔。其中50岁爸爸面烧烫伤，14到12岁后生送病院治疗。我在玩手机，快睡着，然后爆炸的声就是。你有被压到吗？有啊，当然有啊。你被什么东西压到？面板啊。受伤姓王的大伙讲，昨暗因某要开瓦斯煮食的时阵，有闻到瓦斯的臭味，怀疑是瓦斯挂到引起爆炸。若详细原因，还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若高雄南门是发生火烧山，烧5天了后，伫昨昏总算拍花。严过林务局和消防局也留伫现场，因为着惊火会阁烧起来。若南部当得欠水，水公司嘛得抓用水的大户，敢有守规矩，敢有减少用水。是发现讲有5成用水大户拢无照规矩，所以即马会甲因洪水表来限水。消防局用空气机观察，连续5天的高雄内门山区大火。17号下早处理了后，状况解除。南部真久无落雨，山头看起来大黄一大片。经过大火烧过林地，变乌几落位，都惊风势过来，阁烧起来。消防局和林务局嘛继续戒备。是昨天打熄了，但是今天早上如果温度再起来的时候，它还是有复燃的可能。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局里面还是相关的人还不敢松懈，我们调派了非常多的同仁在火场的不同的地点去做一个监控。紧急撤离的3户6个人，里长一早起就赶去了解状况，因为其中1户有饲鸡，烦恼鸡料受影响，提早赶回来关心。阮有走啊，而且佫有知影爱等来看啊，爱等来顺啊，鸡爱顾的鸡爱顾啦吼，所以伊的伙话嘛是拢来到要鸡条边啊。南部真久无落雨，嘛互高雄有名的爬山景点半冰山，本来绿色的山头变色，花草树啊打起，半冰湖拢无半滴水，闭起看袂到美景。翠绿的地方就是比较少一点，都是好像像周边看到这样子啊，都有枯叶这样子。高雄水情灯号即马是柑仔色，减量供水，用水大户无升水。水公司复查了后，发现460户无合格有5成，以非工业用户上济，包括百货、商场和洗车业者。水公司已经陆续开始执行强制淹洪水表。记者高雄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气象局有发布高温的警示，中昼左右，台南市、高雄外山区的所在，高温是柑仔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当地乡亲就要细致。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大多数拢是侪云到好天，也毋过花东会落短暂阵雨，而且嘛有机会会落局部大雨。温度的方面，西半部高温是32度至33度，南台湾温度更较悬，会升悬到36度。各地早暗会感觉较凉，日时暗时温差较大。要提醒乡亲，明仔载开始会变天，拜三拜四西半部、东北部还有过到了后的东半部山区，拢有机会会落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尤其是山区雨嘛较粗。爱等到拜五方面通过了后，水气减少，雨才会较甜。咱台湾即阵中南部无落雨的欠水，全世界各地真侪所在同款拄着酷旱。美国上新的科学周刊研究人员即马就发现讲，地球暖化造成突发性的酷旱，是会影响日常的生活，嘛会大大影响农业和生态。
对3月到4月，对西班牙东部的瓦伦西亚，到国较北边换法国边界的加泰隆尼亚，持续连续发生森林大火，互消防队是无用试试。专家更较烦恼的，就是会造成像那安尼烧连续一直烧的原因，就是因为气候的暖化和烤化。若是慢慢演化的，农作物和生态体系甲人类拢较会适应，但是研究看起来毋是安尼。If it's coming too quick, too unexpectedly fast, then both the ecosystem, the crops and the society will not actually have time. It will struggle to respond or to adapt to the new conditions. 外电引上新的科学周刊的文章讲，突发性烤化的问题最近10档开始受到重视，包括欠水资源、愈接森林大火，拢和暖化有关系。A newer concept that's been around for maybe a decade or so is flash droughts, which start much more rapidly, and that's why they have perhaps bigger impacts, at least in the short term. And they evolve rapidly because there are sudden deficits in rainfall, in precipitation, but also they're often accompanied by high temperatures that rapidly deplete the moisture in the soil through evapotranspiration. 规年拢会面对烤化的东灰，民众普遍粮食和营养拢无够，因为暖化造成突发性的烤化是愈来愈接，开发程度比其他较悬的中国和工业先进国家拢无法度避免。公司新闻七家人编译。加向前，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是来看自由时报。外交部是宣布，咱台湾拍算伫意大利北部的大城市米兰设台北办事处，要增加双边的关系。那咱最近这几天已经伫南北的普罗旺斯、西非的像个海湾、索马利兰，还有立陶宛这所在设新的据点，嘛重新启动关岛办事处。另外，加拿大驻蒙特罗办事处嘛等在筹备，今年热天就会启用。来关心联合报。行政院主计总处统计最近这3天顶半年甲下半年的失业率，发现讲台北市25岁至29岁这样的少年家失业率上悬，已经是连续5届拢排伫6都的第一严重，这是创下纪录。可能是因为台北的这囡仔是册读悬、薪水低，所以头路就无稳定。专家是建议讲，中南部的囡仔若是伫台北找无好头路，不如转去中南部试看卖。来关心中国时报。国发会通过交通部2030年客运车辆电动化推动计划的草案，打算会投资643亿来补助客运的业者，加插由大客车换做电动大客车。市区的公车、公客运、国道的客运加起来，咱国内大约有12170台爱换，每台车上悬会当补助370万。桃园市传出客运、公车即马拢请无司机，真侪间高中学生囡仔上下课的交通车已经停驶，无就是爱合并路线。台南的满道嘛有民众去翕到一个国校的查甫囡仔，为着要等公车，等上久，等甲平伫条啊，等甲困去，只是互人看落真毋甘。桃园市有真侪学校，普通时伫学校拢会当看到真侪台学生专车伫咧等。不过这么传讲，桃园客运因为架数无够，要调整几多条学生专车的路线，甚至下一个学年度开始，学生专车会全部拢停驶。估计受到影响的学生差不多5000人。有些人就是病线的话，就是没有班可以做，原本可能时间就要提早什么的。因为有真侪驾驶员是头路，客运业者也有家己的苦衷。桃园市政府即马已经出面协调整合资源，要求业者伫咧也无解决方案进前，袂用停驶学生专车的路线。那桃园客运目前是为了稳固基本的客运运能，评估下一学年度要停驶本市的学生专车路线。那目前交通局、教育局与桃园客运将与各校研议整合路线的可行性，以保障学子的通勤权益与安全。伫台南有民众伫咧满道中山路等公车时阵，看到一个可能读小学的查甫囡仔，为着要等公车，伫咧顶仔骹先坐掉的国道内，上尾也提条啊困，互人看了真毋甘。附近的民众讲，因为坐公车的人无多，所以公车1点钟才一班。他又换姿势了，换了很多姿势，就拍起来这样子，很累的样子。我有观察他很累。这个地方周边因为没有公有地啦，都是私人的店家跟骑楼，那我们会尝试着跟这些店主来协调看看有没有空间可以让我们设置简单的座椅。台南市交通局讲，这个车牌啊有8条路线，离峰时间班过差不多是半点钟到40分钟，将会协调附近店面的业者。采一寡椅仔，互等车的人坐。记者综合报道。
那对昨开始，在大众运输以及还有在客运车已经唔免强制挂喙罨，即马敢若剩病院、长照机构才会所在爱挂。有医生就提醒讲，喙罨令放令，即马防疫就要靠个人。总讲去人客人的所在，建议嘛是爱挂喙罨较妥当。那昨观察落来第一天，也是有9成的民众喙罨共款挂吊吊。列车入站，旅客一个一个落车，大部分拢也是有自主挂喙罨。即马疫情转好，指挥中心照原本的规划，4月17开始，这公共运输袂强制挂喙罨。有旅客认为讲，要是搁观察一站嘛，会较放心。现在反正刚刚实施嘛，就已经戴习惯了，就慢慢在那个政府如果说全部解放的话，它才跟着解放。因为其实在国外，早在去年就没有再戴口罩了，那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好。台北捷运为这时开始。嘛无安排站务人员伫站门提醒民众爱挂喙罨，不过观察上班时间人较侪时阵，旅客大部分拢有挂喙罨，公车的乘客嘛是9成以上拢有挂。根据指挥中心的规定，目前敢若剩8种场所，包括医疗、医事机构、社福、甲长照机构，也有救护车，拢爱专程挂喙罨。违者可能无效，要是会罚3000至15000块的罚款。大家要把它想成说是防疫的责任还诸于个人，所以说在捷运上非常拥挤的地方，或者说在医疗院所和脆弱族群比较多的地方，那其实大家还是要相对那要小心一点。如果我们确定说疫情并没有真的结束，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还是要把防疫的规格放高一点点。到了一个比较陌生、拥挤的环境呢，或者在大众捷运系统呢，最好还是把口罩戴起来。医师表示，防疫进入下一个阶段。所来爱观察的是，动静住院的人数敢有持续降低。动静若无明显降到10个以下，便有新的病毒入侵，也是会有一波流行。所以现阶段敢若是把防疫回归到个人，伫人济密闭空间，建议民众也是爱自我防护。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在大众运输已经唔免挂喙罨，讲到喙罨，伫疫情管教的期间是发挥正大的作用。特别是咱台湾的喙罨国家队，是用正紧的速度大量生产喙罨，佮变出喙罨外交。即马喙罨已经渐渐改进嘛，政府嘛开始辅导这个业者升级和转型。制作立体喙罨的机器正在运作。桃园这间喙罨业者，真正是喙罨国家队的成员之一。迄阵全台有1/4的量对因家来。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台湾康健是以一个日产能300万片来提供，就是政府来征收。讲到喙罨国家队，经济部当时伫2020年1月底宣布成立，伫大家共心之下，40天内组建92条生产线，互喙罨生产量对原本一天生产188万块，渐渐提升到一天生产3000万块，甚至促成喙罨外交。只是即阵疫情转好，喙罨陆续改进，挂喙罨的人嘛渐渐减去。病院可能较爱挂，若是外口的话，我是感觉空气也较流通，更免挂啦。需求量减，业者嘛对咧转换重心，除了看订单量来开产线，嘛将主要的生产力转往客制化，也是开发新品。业者嘛当咧研发下当回收的环保喙罨，用多样化的方式来应变。之前会以一般的就是医疗平面、成人口罩为主，那现在来到就是5成是会做一些客制或是不同的就是款式来设计。我们最近有申请一个疫后特别条例，那我们相关的厂商可以在做升级转型的话，可以做一些努力。经济部表示，行政院规划疫后预算，经济部有特别编100亿，协助制造业转型发展，走向低碳、智慧化生产。最近嘛会开放有需要的厂商去申请，用辅导补助等措施协助业者升级。记者陈文佳、桂林、桃园台北采访报道。那咱国内高主的确定病例，即马是有29例。有专家是烦恼讲，高主和新型冠状病毒无同，要做疫情调查会较困难，所以可能就会增加社区传播的风险。不管疾管署的专家会议，即马有新的决议，讲对即马开始，总共高主的确诊者是一个人大，就会当登去处理隔离，一直到检批6期为止。
新冠本土疫情转好，高组疫情煞提悬。目前国内有19例高组确定病例。有专家表示，高组主要是经过体液性接触传播，不管是同性之间或者是异性之间都有可能。不过高组甲新冠无同，一条较困难。有人会隐瞒交朋友的状况，恐惊互社区传播风险扩大。建议爱自我防范上好是固定生活路。有些人他其实他可能不这个，因为毕竟会跟性行为相关的话，他会避免去跟人家这个很明白的这个告知。对，这个的确会造成这个医疗上的困难。疾管署表示，考虑高组传播有限制性，经过专家会议决议，即马开始医师或者是确诊个案，但经过医师评估，无大于治疗照护需要，而且出来条件应符合一人一室，应登去自主健康管理，免大于隔离。如果都没有这样的一种比较严重的条件的话，那第二就是看说家中是不是可以允许他一人一室这样的条件，在家里面完成这个后续的自主健康管理。疾管署强调，有防高组上好的方式就是做疫苗，第二阶段疫苗开放3万的名额，到14中头为止，有22000多人完成做医院登记，系统会根据民众登记顺序，加选择病院寄电子邮件通知民众有约挂号，到照时间去病院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抓到2个伫纽约涉中国秘密警察局的嫌犯，因方指控讲伫美国唔知影的情形之下，秘密做中国政府的代理人，而且妨碍司法。也毋过针对这件代志，中国驻华府的大使馆并无做出回应。The NPS has repeatedly and flagrantly violated our nation's sovereignty, including by opening and operating a police station in the middle of New York City. 美国警方17逮捕纽约市居民61岁罗建旺加59岁陈景平，2个人被指控密谋做中国的代理人加妨碍司法。中国当局否认运作海外警察局，讲这是海外国民服务中心。The secret police station appears to have had a more sinister use. On at least one occasion, an official with the Chinese National Police directed one of the defendants, a U.S. citizen who worked at the secret police station, to help locate a pro-democracy activist of Chinese descent living in California. The two defendants destroyed evidence of their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Chinese National Police when they learned of the FBI's investigation. 美国司法部即天宣布3件打击中国跨国镇压的案件，除了秘密警察局，检方也个指控34位中国的公安涉嫌利用社群媒体机构做了伫美国的异议人士，也个指控这么住伫中国的8位政府官员涉嫌指示美国网络视讯会议平台润的员工，甲中国异议人士对因的平台删除。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日本是非常朋友。伫印度嘛无平静，伫印度有一个有乌道背景的前国会议员，15暗暝时接受媒体访问的时，互3个假做是记者的嫌犯近距离枪杀。这场面有互其他媒体直播放送出去，这嘛引起印度社会议论。拜担任世界地方议员，搁伫2004年进入国会。印度前议员阿马德，2019年因为绑架人民党领袖帕尔谋杀案的目击证人双方逮捕，搁监禁伫北方邦普莱亚格拉吉的感觉。15伊甲小弟伫警方介入之下到病院进行检查的途中，互大批媒体包围访问。访问到19岁后生几工前伫一场小巴中互警方断视的事件。阿马德回答到一半，枪声突然响起。阿马德佮小弟连续倒伫涂骹，现场陷入混乱，警方真紧制服凶嫌。地面上散落枪支，也有媒体摄影机加麦克。警方调查了后指出，拢总有3名凶嫌行凶，枪手假做媒体记者，伫咧为阿马德的时近距离开枪行凶。अभी मैं उनसे लोग पकड़े गए हैं, कुछ असला उनके पास से मिला है. अभी उनसे डिटेल्ड इंटरोगेशन किया जा रहा है. 阿马德有乌道背景，1989年转战政坛，35年来涉及的犯罪案件达到100件，多数是绑架、暴力攻击加谋杀。针对阿马德方遭击死亡，阿马德律师批评警方失职。कचहरी ले गए थे, इतनी बड़ी सुरक्षा थी. यहाँ पे मेडिकल चेकअप के लिए लाए गए, तो उसमें 6-7 पुलिसकर्मी ही क्यों थे? एक इंस्पेक्टर तो. 北方邦小连续发生几件类似的抢劫事件，形成治安隐忧。印度的政治人物拍官司的情况不算罕见。
相对散车北方邦尤其较侪。根据印度公民团体民主改革学会 ADR 统计，印度派案的政治人物有几百人，而且骗局活动派我一半是部会首长。枪击案发生了后，北方邦随即下令禁止4人以上的公开聚会。警方也会伫阿马道的葬礼上全力警戒。公司新闻刘淑芬编译。俄罗斯拍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拍1年外，俄罗斯最近是一直咧掠人去做兵，顶礼拜佫通过新的法律，要用所谓征兵，就是甲公部门的系统相通。准讲从列一笔内底爱去做兵的人，要出国出海关，第一时间就会轰炸落来。俄罗斯总统普京顶礼拜五签署所谓征兵法案，未来征兵会透过所谓系统发送电子征调令，收到兵单的役男将袂当出境，爱直接向征兵办公室报到。出发进程伫2院真紧通过推测时，俄国为乌克兰特别进行春季大反攻做准备。Попробуют обойтись без большо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резонанса и выехать на призывниках и контрактниках. Но сейчас ситуация очевидно изменилась, и очевидно сейчас власть сделала вс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в любой момент можно было过去俄国役男爱亲自收到纸本征调令，真侪人无想要去战场，拢会无顾着兵单，也是直接出国闪避。采取所谓征兵了后，征调令寄出去当时就开始生效，海关甲公部门公布会有资料。20天内无报道役男会向禁止出境、搁吊销驾照、甲禁止移转个人资产，安尼带动做动员，和俄罗斯民众陷入惊吓，拢咧寻求非政府组织协助逃离征调。числа обращений к нам за помощью от тех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не хотят оказаться в армии. И вчера 660 человек у нас получили помощь. Да, и люди оказываются, знаете, перед таким выбором тяжелым, когда,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либо ты пойдешь и будешь воевать и погибнешь, а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если будешь протестовать, то ты, окажешься в тюрьме, причем по степени ужаса, знаете. 俄国当局是讲，所谓征兵甲上新的扩大动员行动无关联。那伫克里米亚地区，有万户民众对参军展现高度意愿。有分析显示，乌克兰可能会照着夺回克里米亚寻求突破。俄国最近继续伫半岛严防攻击，包括征兵甲修建防御设备。公司新闻牛眼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俄罗斯反对派的人士卡拉姆扎，因为称赞批评总统普廷，而且佫鼓励西方的政府对俄罗斯的政府和个人实施制裁。即马是互俄罗斯的政府指控犯叛国罪，互莫斯科的法院判25年的有期徒刑，嘛创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这个罪名判上重的案例。来关心苏丹的政府军甲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互相争权，内战是已经拍3天啊。苏丹的首都发生几若件爆炸，联合国官员表示，双方战甲打已经有造成大约200人死亡，1800人重伤。继续关心台海局势较紧张，美国国务院高阶官员是表示，7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外交部长拢同意有必要爱对抗中国伫台湾海峡的任何威胁行动，嘛爱对抗中国想要控制台湾的野心。即阵台海局势有较紧张，封城1年外交部就当地规划应变计划，准备讲若是发生战争的事，会甲伫咱台湾35万的印尼的民众撤离。但外交部是表示，会和各国的代表保持联络，有必要的时嘛提供协助。台海紧张局势升悬，印尼罗巴部顶日报道，印尼外交部国民保护局主任努格拉哈表示，会继续关注台湾事态发展，为着预防各种可能性，已经甲印尼驻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合作制定应变计划。Kementerian Luar Negeri menyiapkan rencana darurat mengantisipasi perkembangan situasi geopolitik di Taiwan yang belakangan memanas di tengah ancaman perang dengan Cina. Keberadaan 350.000 warga Indonesia di Taiwan menjadi alasan utama penyiapan rencana darurat. 这个报道也讲，台湾是一个海岛，唯一的交通就是透过海运也是空运。也毋过，伫中国国防军演中，总是演练安怎保卫台湾，佮切断进出台湾的海空交通。一旦爆发战争，要撤侨只能透过海空路。要将35万人平安退出，也是一项真复杂的任务。外交部表示，会继续甲各国代表机构保持联系，适时提供协助。
外交部持续与各国驻台代表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就区域及情势交换意见，并适时提供各国为保护在台公民所需要的必要协助。针对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吴克连讲，菲美强化安全合作是干涉台海局势，将归结在台15万非籍移工。外交部也严正驳斥，这种威胁已经达到明显大胆的地步，是文明世界无法度容忍的言行。根据劳动部最新统计，印尼籍移工伫台湾的人数大约是25万4千人，可卡是当朝的主力之一。印尼政府针对台海局势有做的特局计划，民团烦恼严重冲击台湾教护能力。康护工是支撑着我们，就是这些老人家长照的不足做了照顾的工作。如果他们真的撤了，那当然就是很惨的，当然就是非常惨的。东协跨政府人权委员会表示，东协当准备至少2项保护移工的声明。第一份宣言关系到伫规期期间保护移工，第二项是涉及保护伫渔船顶的移工。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确保小镇的时电话会通信是正常的，所以部即马是要编61亿预算，明年开始要用4年的时间做灾难漫游计划。中共发生战争，会依照全民防卫动员令的法令，互咱国内无共的电信业者，拢会当互相接通民众的信号，互民众的手机拢也会通。乌俄战争开战以来，乌克兰电信业者的基地台是一直受陆军攻击。不过，民众赶快会当连去其他有继续在运作的基地台，做下网络的运作，确保通讯袂断去。所以，要注意到这种在战争的时阵需要下网络的重要性。编60亿，明年启动4年的灾难漫游计划。假设激烈的军事冲突下，它的网络是残破的，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够有机会，到时候让人民还是尽量能够。只能说尽量哦，因为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像现在这么的顺畅，做一些网络的建制，所以才有一些经费来挹注。所以无讲，若发生战争还是重大天灾，这紧急状况的时阵，灾难漫游的模式，都是伫概念上，国内无共的电信业者拢承认对方的客户。假使讲有2间业者的基地台互破坏，第3间业者的基地台同款会当运作，就会当提供信号，做下网络的漫游。当发生灾难的时候，那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电信业者还是需要去跟他的网络去做整合，那是由电信业者切换，而不是我们的手机直接切换到连接到它的网络上面去。或者强调讲，这种灾难漫游和平常时业者互相之间的商业合作是无同款，是一种特殊状况的应用。所以，不是强调讲，若真正发生战争，是以全民防卫动员令做依据，对电信业者这边来做调整。民众的手机也是无需要 update， 即摆已经调集业者来做相关讨论和验证。记者综合报道。税金有奖全民普发现金6000块的政策，对昨开始伫邮局的柜台买当领现金，民众要领就要查身份证甲健保卡，而且伫头一个礼拜有分身份证的尾数是双的还是卡的，拜1、拜3甲拜5是卡的，拜2、拜4甲拜6是双的，而且检警即马是阁有抓到2个嫌犯，要用别人的个人资料去偷领这6000块，加在有主动，目前嘛已经移送法办。好，谢谢。全面普发6000，邮局领现17拜一早起开始，民众只需要提身份证加健保卡，就会当到全台1298间邮局据点去领。不过第一礼拜用分流方式，身份证还是记录证尾数是13579，但会人会当伫135去领，上好是伫246领。我不会操作那个电脑的功能，我担心啊。我担心现在都有很多诈骗，我都害怕。诈骗很多吗？我怕操作不正确的话，容易进入那个诈骗的陷阱，所以干脆来这边比较简单。财政部表示，全面普发现金6000政策，提供民众多元管道领现金。到17下晝4點為止，登記入口做超過912萬筆 ，ATM 領現有344萬外筆。開放郵局領現頭一天已經有40萬人透過郵局臨櫃領現金。不過警方也查獲全國頭一個普發6000險險啊防盜領案件，家人一名細漢的查甫人登記到超商 ATM 領6000，所無盜領，報警了後發現伊捌伫網絡借錢，所以告諸外泄。檢警巡線伫中華查獲到2名嫌犯，佮移送法辦。在身上查扣的手機當中，
有发现多人的个资，全案依违反个资法、洗钱防治条例及诈欺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民众应该妥善保管身份证甲健保卡等重要的个人资料，唔通随意翕相传送给他人，避免不孝人士也是诈骗集团借机利用。那邮局领现的领的时间到10月31日为止，民众会当伫邮局经过时间去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为着要阻挡网络诈骗，国民党的立委李桂敏昨昏是要求数位部一礼拜内爱甲冒名诈骗的广告拢摕落来。数位部是表示，这广告若是牵涉投资诈骗，爱用金管会先来认定。金管会是讲，总共有假造名人骗人去投资，这部分会大先去处理。下架1个礼拜之内可以还是不行？会一直有新的，那我们会观察 Meta 是不是在真的24小时之内就有。不是啊，不。国民党立委李桂敏针对网络投资诈骗广告落价1礼拜期限已经到，数位部回应广告是不是牵涉投资诈骗，由金管会做判定，无正面回应进度。金管会政治局表示，已经收集做到冒名的有名人名单，和Google跟Meta这平台加强审查。这些他会从排这个优先顺序哈，那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周知的这些。它会变成重点下架的这个名单的话，那它会优先来处理啊。过去做冒名诈骗有名人，包含前公共集团董事长陈玉秀，也相片和诈骗集团利用，邀请人加入存股社团，也透过基金会面找定情。另外，宏基集团创办人施进营也正做诈骗素材。金管会政企局指出，未来透过资讯搜寻技术，挑战网络媒体广告各位管好管控，减少看定诈骗投资广告，防止民众被骗。专家建议，定价投资诈骗广告爱付钱，政府应为金流做阻断。另外，民众部分爱看到广告内容有钱或者是投资，爱特别注意查证是不是事实。那现在的诈骗群组广告看起个人因素更加派防范，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希望他能够多一些透明的资讯，就比如说这个群组是大概什么时候建立的，然后或者说这个账号是什么时候去成立的一个账号，因为这一些的资讯实际上是有助于民众在做一些识别的，有这样子的机制在的时候，他这种诈骗讯息或者是一些不实的讯息，它是可以被局限，它就不会变成一个好像无止境的扩散。新形态诈骗误会执行 ，NCC 建议请电信业者提供公部门专用简讯号码，组织人头问候这个策略，希望应阻断诈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央航空的地勤，在桃园机场拖飞行机的过程中，无细机去弄到另外一架飞行机。无细机的这个员工，即马已经互暂停职务。民航局是表示，受损害飞行机一定要请原厂来修理，修理好势才会当飞。若运安会，嘛去了解事故的原因。A321 客机其实卡伫777客机机片顶悬，机片表面冒落去，推车龙的日头未熄，16暗时10点半，长荣航勤执行长荣航空 A321 空机拖机作业，拖车驾驶员为出行道等外进入停机坪时阵，作业无细致，互 A321 客机拄到停伫的停机坪顶悬长荣777，造成2架飞行机拢受损。我们有一些关心这件事情，脱机的过程里面去遇到的。那上面也只有一个机务人员在负责沟通，他没有这个飞航的意图啦。依据这个飞航事故的定义的话呢，它不属于我们的飞航事故，它属于地安的事件。长荣航勤已经通报主管机关这个代志，搁暂停吊驶员工勤务，等待调查。前技师指出，飞机拖机作业除了拖机驾驶，也搁将反坐伫拖车顶悬博士作业，随时吹鼻啊示警。飞机顶悬也有维修人员紧急状况应打洞啊，拢有标准作业定时，这摆代志无正常。虽然那个维修人员他不会开飞机，但是他会踩刹车，他会停下来，所以安全按照正常来讲。应该真的很难去撞到了。看飞机的情形，我是怕那个飞机可能会报销。疫情期间流失的很多能力并没有补回来，所以淘机的人其实他的工作量啊、工时都很长。那甚至公司人力流失到他会不当调动，把高雄机场的员工，或者说母公司不是做
不是做这个工作的员工都调来淘机。而且要协助长型航禽依法休困的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指出，长型航禽因为待遇比工业较低，过年了个人体质人力报告问题比而且严重。虽然这摆意外事件也无确定原因，不过希望公司要确定是员工是不是工作量超出负担。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大甲妈出巡绕境，4月1日后礼拜五暗时要起驾，按算2暗会通过彰化市的民生地下道。伫这个所在是正在发生抢救，所以彰化警方伫昨昏嘛演练主动抢救的方式，而且要做应变队防止暴力。乱叫一到位，双方的人落水，一直要抢救，冲突随发生，警方也马上介入。在过程当中，双方的人互相杀来杀去，搁伫遐呛声。这个时阵，教官要求改变战略，避免冲突有升级的机会。逮捕组逮捕在这边，群众在这边，就这边的警力要把群众往外排除出去。警方随中心部署，看到双方大队人马准备要搁一挖来，使用优势警力造成人墙甲因击开。想袂到这个时阵，又搁佩塔拉摕到危险的物件要来攻击警察，警员随出手甲压制。彰化警方17早起这场的演练，就是为着特别开始的大甲妈祖绕境做准备。这个月1日，大甲妈特别起驾，按算2日会到彰化市区，暗时会经过民生地下道。就去年伫这所在，各大队人马伫这抢救发生冲突，通缉当中财长安乐等人也和警方发生严重下体。彰化警方今年是严格防范，佮成立机动应变队。成员里面有霹雳小组，还有我们整个警察局的教官成员大概是4名。那我们就是会模拟这些状况。那甚至有的民众会他自己的阵头里面自己就打起来了，那我们会介入。彰化警方组成的队伍内面有国分局、柔道加跆拳道的高手。针对着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加强部署以外，那当着佩塔拉故意要惹代志，会结合其他警力，用上紧的速度将因压制落来，防止暴力事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911大地震了后，南投水底的上安村有起一座225公尺长的吊桥，这个吊桥嘛是2粒山头往回的便道。因为桥面离山谷有60公尺深，所以去年底开始，就业者伫桥顶经营高空弹跳、白索跳坎的活动。经过民众检举了后，县府有去了解，发现业者保牌而且无保险，已经要求袂使伫遮做生意。南投水里乡上安村有名景点蹴桥，桥顶看守跳坎的设备，互民众投诉了后已经清掉。不过不少游客拢讲，要看业者伫桥顶搁咧做看守跳坎的活动。我觉得有点恐怖，因为他们的安全措施好像不是很完美。有看过就对。有啊，中方就从这边跳下去，要有一个那个伸缩绳啊。如果是你会跳吗？保险不够多啦。嘿啦。为桥顶跳落来，伫山谷之间感受刺激。业者去年底捌互人检举违法营业，被查到了后消失。不过最近佫互人发现桥顶佫安装看守跳坎的装置。南投县教育处最近去检查，确认业者虽然有营业登记，不过无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也无场地许可，所以当面要求业者爱禁止佫做这个活动。没有保险就是对消费者没有保障嘛，是场地许可，就是桥梁的主管机关的许可，还有绳索扣环的检测这方面，这3点是目前还欠缺的啦。县府公司扣款这设备也应该有检验合格证明文件，不过目前国内无政府认可的专业技术机关应提供检验，相关问题要甲教育部体育署无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游乐设施囡仔在耍，一定爱互囡仔介意。台南的归仁区公所即马按算要甲一寡较老较旧的游乐设施换新的，就专工邀请在地的国校甲幼稚园的学生囡仔，家己来投票，家己来决定，看囡仔介意算啥物。这几年，民众和市府愈来愈重视囡仔使用的游乐设施。台南归仁区公所最近也按算要甲运动公园内的游乐设施改造有在地特色的主题游乐区。
公所为着参考市民的意见，除了办说明会，也请区长亲身到学校含幼儿园，向囡仔小解目前几个无共主题的规划，要交予囡仔投票决定。首先就是召开我们的那个说明会，一起共同来讨论啦哈。第二招呢，我们就研究设计出我们的意见调查表，发给学生带回去跟家长讨论，票选出到底他们喜欢哪一种游具哈。新的娱乐设施分作高铁、雪屉、甲糖拖3种融入在地特色的主题，透过合适单，囡仔会当参家长讨论，表达想法。未来会选出2种主题，打造出分年龄的娱乐设施，予大人囡仔拢会当耍。这次也特别采分龄的设置一个理念哈，一个是6岁以下，然后一桌是6岁以上的啦哈。可以说在6岁以下的是票选比较喜欢高铁的设置。那另外呢，在6岁以上的部分目前得票率最高的应该是我们的4家造型的溜滑梯。新的主题游乐设施改造工程有计伫年底进行完工，到时阵就会当提供规邻地区的民众一个特别更好耍的娱乐空间。记者综合报道。目睭看无视力障碍囡仔要学唱歌，因无法度看歌词嘛，无法度看歌谱，就要投入搁较侪时间，因为要用听的来学习。台中的惠明学校就耐心带视障学生去学合唱，替因找舞台，嘛培养无同款的能力和经验。学生囡仔则会唱出响亮美妙的歌声，这是台中市惠明梦校的学生所组成的合唱乐团。我喜欢唱歌，而且我也喜欢音乐。我弹钢琴会很希望跟同学一起演奏，在舞台上唱歌给很多同学听，老师。惠明梦校是针对视力障碍特教学校，为着要让这群囡仔一个舞台来表现，校方成立合唱乐团来培养囡仔学唱歌。重要的潜能开发也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一个活动，在音乐上的这些表现，他们在人际关系还有自信心上也可以提升很多。不过目睭看袂到，让这群囡仔是比其他的人，会去投入愈侪心思甲时间，一遍搁一遍用听来学习。我们可能快速翻阅可能只要30秒，可是他们可能要完整听完需要4分钟。歌词好，熟悉旋律，熟悉拍子，又是别人的好几倍，因为他们完全就是用听觉去学习。惠明梦校积极带这群学生去训练、参加比赛，也有表演，就是希望提供这群囡仔无同款的经验，建立因的信心，也有拓展愈开阔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扁鱼有人讲皇帝鱼，因为肉质较油，真侪人爱食。最近农委会的水试所有专家佫确认到一款新的物种，目前伫全世界敢若有2位标本。目睭生伫同一边的皇帝鱼，肉质真油，刺真少，佮含真侪欧米伽水，所以真侪人拢真介意。毋过有一种中小型的皇帝鱼，身躯边无线，住伫个全球热带到温带的海域，叫做无线拖。其中有一种全世界敢若2尾的标本，经过农委会水试所李茂荣博士确认是新的物种，甲号名叫做尖喙无线拖。尖锐的突出的吻部，所以才会叫尖吻，就是一个物种特色。它的体型的话，大概是目前最大值大概只有9公分左右吧。水试所伫2021年发表过5种西太平洋浅海的无线拖，这摆发表的尖喙无线拖是住伫深海，目前敢若2项标本，是伫日本，也佮有台湾小琉球南边海域700-800公尺的所在所掠到的。因为是住伫深海，所以较少互人掠到，族群量也佮有分布等等的资讯，佮有真侪研究的空间。那种生物调查研究才会取得，然后有时候就算在类似的深度或者是类似的区域，但是有时候就是运气嘛，不一定你网子下去上来就会有鱼。
尖喙无线拖是伫2000年迄当阵掠到的。李某莹博士表示，2009年伊已经透过电光确认是新的物种，但是迄当阵抑阁想要等待敢会当掠到活鱼，等真侪冬拢等无，所以决定伫去年正式发表。即马全球87种无线拖，有10种拢是伊号名的。伊讲海洋抑阁有真侪生物等待大家来发现，希望这个研究会当引起社会对保育海洋的重视。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正新息来看，西班牙有一个50岁的极限运动员，伊号做弗拉米尼，伊挑战住伫涂骹的磅空内底生活，已经住500天。顶一日出来的时，伊是对我表示讲，其实伊无啥想要出来，内底敢真正遮尔舒适，咱嘛同齐来看卖。挂乌金目镜爬出洞的弗拉米尼，笑眯眯甲队友爱沙子，看起来精神是袂歹。佮讲声笑讲要庆祝一个。50岁西班牙爬山专家是伫2011年11月20日亲自伫西班牙南部摩特里附近的洞穴，伫70公尺深的土骹度过500天不见天日的生活。期间除了有8天因为网络问题捌用回地面，家己一个踮伫布棚，其他日子完全甲外界隔绝。Ahora os puedo enseñar el salón de mi casa. ¡Buah! Mirad qué ves. ¡Buah! Ahí está el Belén. No sé si lo veis, pero mirad qué belleza. Voy a estudiar. 伊即摆洞穴之旅目的是挑战人体极限，期间有一群科学家，包含心理学家、洞穴专家甲体能教练，负责监督伫无分入眠、空间受限的状况之下，对人身心会产生什么冲击。弗拉米尼讲，伊将时间用伫运动围图甲赤碰细胞啊，总共看60本册，啉1000公升的水。Y disfrutar de ello, disfrutar de lo positivo que te ofrecen las experiencias. De querer abrazar a alguien, de querer comerte unos huevos fritos con patatas, de todo. Para eso estás, para disfrutar. 就是用这种正面态度度过洞穴日子，互伊成功完成这摆挑战。伊表示，伫洞穴当中，从来毋捌想要过放弃，甚至无想要转去到地面。基本上想要做的就是好好洗身躯。伊团队表示，已经打破2年来伫洞穴上过近视世界纪录，目前得到认证的困伫涂骹存活上过纪录，是2010年有33个智利甲玻利维亚探工伫涂骹688公尺的所在受困69天。公司新闻将回应报道。俄战争开始拍了后，一寡欧美的企业、西方的企业拢离开俄罗斯市场。IKEA 卖家具的 IKEA 嘛同款，所以即摆呢，有白罗斯的家具业者、瑞典家具就趁机会要入去俄罗斯的市场，而且因卖家具甲 IKEA 生做要共啊要共，这仿的 IKEA 对消费者的反应有好有歹，真无共。卖场内面放家具、碰椅、佮瓦甲鼎，这些灶骹用品，啥物拢有。对北都市来的家具公司瑞典家居，拜6伫莫斯科开第一间门市，产品的风格是和 IKEA 有够像，基本都是针对 IKEA 来的。Во-первых, мы не IKEA, мы стремимся быть как IKEA. У нас свои бренды, свои товары. Да, есть какие-то товары. 业者是相信讲，因虽然有家己的品牌，但是有1成5到2成的商品是对 IKEA 来的。目前并无人禁止因安尼做。IKEA 原本伫个罗西亚是真受欢迎，不过普廷下令拍乌克兰了后无偌久，IKEA 就对其他西方企业退出罗西亚的市场。即马白老板的瑞典家居拍算要甲代替，开幕第一天就成足侪人起来。Скажем так, IKEA не хватало. Этот новый магазин, скажем так, приятное начало. 不过，真侪消费者嘛发现讲，瑞典家居的店面空间较细，价钱嘛较贵，一个商品的品质甚至是较歹。У меня есть оригинальный дом икеевский, сделан он гораздо лучше. Здесь и пластик не тот ходит, он туго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допустим, та же самая чеснок, когда вилка здесь есть, она тоже сделана гораздо хуже. У меня есть оригинал.
有民众认为讲水电家机构有真大的进步空间，业者是讲因的目标是今年内伫个木斯科开5间店，明年开始去罗西亚其他的地区开店。另外，正牌的 IKEA 虽然讲品牌已经退出罗西亚，但是 IKEA 集团营运的大型卖场美家，目前伫罗西亚共款有14间分店。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现代人惊麻烦，电器也是电脑坏去了后，拢袂提去修理，即马拢会归去买新的。验到后边为着要减少这款浪费，即马是开始咧推动电子产品维修款法案。即马伫荷兰甲北欧的一寡国家，拢有维修的咖啡馆，是有志工组团队替你修理坏去的电器，安尼毋但较环保，而且嘛会当省钱。阿姆斯特丹这间维修咖啡厅，那到礼拜三拢是特别无闲，因为志工团队会来为大家修理坏去的电器，无论是咖啡机、灶卡用具，或者是电钻工具，那修好一件，就为地球省一份资源。阿姆斯特丹数十间安尼的巨物维修网，已经回到市减少7000公斤的電子本數。Kijken of het nog gerepareerd kan worden en dan kan het, als dat niet lukt, kan het altijd nog weer. Dus ik ben er heel blij mee, een mooi initiatief. Goed dat het er is. 科技进步，电子本数已经正造真大的环境问题。去年调查发现，欧洲国家平均每户有74件电器电子产品，其中9个是好的，暗过不利用，也有4个是歹的。这个电器若是平调，都制作电路板、金属外壳、零件面板、螺丝这个本数。将来买新的，搁用掉新的资源，就算无想要拼，暗过零件歹找，规家无共，真歹修理。Kijk, deze gaten, dit hoeft niet zo, hè? Zo diep, dat hoeft niet. Hè? Dat je een speciale ding nodig hebt. Die gaten zijn, ja, die zitten helemaal hierin, weet je. Dat hoeft helemaal niet. Dat had ook net een gat hier kunnen zijn. Dat is gewoon verkeerd. 为解决这个问题，延长电器甲科技产品的寿命，后平早伫2015年就提出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电器反浪费甲维修革命。去年4月通过制定维修款法案，针对手机、平板这电子产品对价规范。制造商按伫包装注明维修指数，大型电器提供10年以上必要维修零件。电子产品爱确保电池耐用性，采用因技术升级的设计等等。执委会顶个月进一步提出实施规则，爱大型科技公司重视永续出世，研发更加持久耐用的产品，也确保维修成做一种简单的选择。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同款拢是侪云到好天，袂输热天同款，天气是真热。气象局嘛发布高温的资讯，中昼左右，伫台南市、高雄市、瓦近山区的所在，高温拢是感觉式的灯号，现出现连续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啊，毋过提醒乡亲，明仔载开始就会变天，拜三、拜四，西半部、东北部拢有机会会落地渐阵雨，也是雷公雨。爱等到拜五方面通过了后，水气才会减少，雨才较停。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0度，上悬有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0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是21度，上悬有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是19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18度至29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